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是什么话题？是河南南阳的一名法官，他为他的涉黑母亲辩护，也就是他的母亲被指控涉黑，他脱下这个法袍成为他母亲的代理律师、辩护人，为他的母亲辩护。结果现在这名法官被当地的公安给抓了。罪名是什么？罪名是洗钱。所以你看这个事情也挺神奇。一名法官，他的母亲被指控涉黑，他去替他母亲辩护，结果他本人又被公安指控洗钱。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南阳市镇平县法院90后法官毕琪琪7月10日被警方刑事拘留，调查指向他是否与母亲季婷梅涉黑案中产业经营有关。此前，毕琪琪因申请担任母亲的辩护人受到舆论的瞩目，也就是在网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很多人关注这个案子。财经网他今天有篇报道，财经网是这么说的，他说备受舆论瞩目的河南南阳法官为涉黑案母亲辩护事件出现意外转折。财新从当事法官毕琪琪的亲属处获悉，7月10日，毕琪琪被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公安局刑事拘留，警方指其涉嫌洗钱罪。这个南召县，我好像有印象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养牛，养了4000头牛的，好像是南召县。总之，印象中，那是个神奇的地方。反正河南神奇的地方多。据毕琪琪姐姐介绍，毕琪琪近期处于从任职法院请假的状态，在为其母亲案件做辩护准备工作。7月8日下午，他接到一名自称警方人士的电话，称在镇平县毕琪琪住所搜查，要求他前去配合。当他不在当地无法配合，让他们联系在当地的毕琪琪外婆。7月10日，亲属拿到了南召县公安局人员送达的刑拘通知书，其上显示南召警方于当日13时将毕琪琪刑事拘留，法官被公安拘留了，涉嫌洗钱。这个毕琪琪是南阳市镇平县法院的一名90后法官，而且他也是个刑事法官。他主要是刑庭，也是他母亲季婷梅涉黑案的辩护人。据这个刑事诉讼法第33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也就是按照法律，这个毕琪琪虽然是法官，但是他可以为他母亲辩护，那也就是他请假当他母亲的律师。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0条规定，公检法等现职人员若是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由被告人委托担任辩护人的，可以准许毕琪琪向审理其母亲案件的法院提交辩护手续后，曾因得不到回复，在网络发声而获得舆论瞩目。又是一个把这个案子搬到网上了。按道理，他虽然是法官，他可以为他妈辩护，但是这个办案的法院他不理睬，所以他就在网上求助。他的母亲叫季婷梅，这个人很厉害，厉害在哪儿？我们看介绍，曾任镇平县石佛寺村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镇平县第15届人大代表。那这个妥妥的就是土皇帝，又是县的人大代表，又是村支书。大家想象一下，关键是石佛寺村，它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它又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河南神奇的地方多，这个我没记错，石佛寺镇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玉石集散基地，而且主要是和田玉，所以这个镇这个村，你想想它那么多玉石在那交易，玉石生意。和田玉2个月前，这个网红超市不是有人说他这个玉是假的吗？就不是正宗的那种和田玉，就是什么新疆产的，说那些玉在河南南阳的石佛寺镇这个玉石批发市场都是10来块钱一个，所以说这个石佛寺镇不是个普通的小镇。那么在这个镇的下面一个村叫石佛寺村当村支书，
那是什么样一个人？能是普通人吗？这是我们先入为主的印象啊。也就是在这个村担任书记，他能干出什么事出来，我们都能想象，是吧？就能接受。这个季廷梅2021年12月因涉嫌多项罪名被南阳市西川县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次年5月被刑事拘留，6月经检察院批捕被执行逮捕。2023年11月，西川县检察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帮助伪造证据罪、寻衅滋事罪等多项罪名对他提起公诉。这是个女村支书，难道是个女皇帝吗？在这起案件中，共有30余人被起诉。季廷梅的辩护律师告诉财新，这起案件后来分案处理，其中第一批10余人已在2025年4月开庭，目前尚未宣判，剩余的季廷梅等人暂未开庭。毕其奇涉嫌洗钱案与其母季廷梅案有关。这个王律师告诉财新，毕其奇涉案后，警方曾询问毕其奇外婆主要问了毕其奇是否与季廷梅案中的产业经营有关系，以及季廷梅案中聘请律师情况、律师费的来源等问题。毕其奇亲属委托的辩护律师7月10日到南召县看守所申请会见毕其奇，但因侦查人员一直在提审，未能会见。该律师亦对财新表示，毕其奇涉案或与季廷梅案发后的资金使用有关。刑法第191条对洗钱罪做了界定，该罪是指为了掩饰、隐瞒、欺累特定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来源和性质，而实施刑法所规定的掩饰、隐瞒情形之一的行为。洗钱罪所要求的上游犯罪中，就包括其母被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个毕其奇法官的妈妈叫季廷梅，她因为涉黑被抓以后，据这个毕其奇说我的父亲、母亲、外公、舅公、大舅、小舅、叔叔、姨妈等10几位至亲被公安带走，并全部身陷囹圄至今。这给我感觉有点像《红楼梦》贾家抄家一样。就他的法国，他的父系这一支就是他爸爸、他的叔叔，他母系这边那就更多了，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大舅、小舅全部被一网打尽。毕其奇法官说，一直以来都尽力与司法机关之间保持理性克制的沟通，一直相信体制内健康力量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事实和证据，动用智慧妥善解决案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是一个法官说的话，这恐怕这个司法机关呢，他们的这个目标，他们判案子的宗旨，恐怕就是叫什么智慧妥善解决案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但2025年元宵节当天，他接到了西川法院将案件分案的消息，他认为分案不利于法院查明事实，下定决心作为辩护人为母辩护。你看，他是个法官，他从专业角度，他本身就是个刑事庭的审判庭的法官，很有专业。所以当主办法院要把这个案子要分案来审理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分案是不利于法院查明事实，所以他自告奋勇，他要成为他妈的辩护人，为他妈辩护。经过一系列争论与波折，3月31日，西川县法院同意毕其奇作为季廷梅的辩护人行使阅卷权。当天，西川县法院向毕其奇送达了相关司法文书，并通知他随时可以去阅卷。截至财新发稿，毕其奇未获得会见权的书面通知。那为什么西川县法院对毕其奇要担任他妈的辩护律师而一直犹豫不决，一直不答复他，拖了很长时间，最后才答复？那就涉及到最高法院的这些规定。也在实践中，最高法院虽然说了可以准许，这个表示的非常模糊不清，可以准许，那是不是也存在着可以不准许？所以说这就是汉语表达的没办法精确。可以准许这一表述引发诸多争议，
部分法官将其理解为自由裁量权，导致在处理亲属辩护申请时存在随意性，可以准许那就可以不准许，没有说必须准许、必须同意，写了个可以，那就更像是这个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原刑事法官黄应生曾参与司法解释起草，他说可以通常就是一般应当的意思，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下，执法司法机关应保障权利的行使，避免裁量权的滥用，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一些法官对规则理解的偏差，使得亲属辩护权落实面临障碍。具体到这个B7级法官为他妈辩护，那还有其他的考虑、其他的担忧，也就是现实困境。什么现实困境？以B7级案为例，这个黄应生认为身份冲突是主要问题之一。B7级作为在职法官为母辩护，公众担忧其可能利用影响力干预审判，同时公众对司法腐败较为敏感，涉黑案件本身关注度高，法官为亲属辩护容易被舆论解释为权力寻租。这种质疑和敏感性使得基层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较为保守，不敢轻易做出决定。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教授分析，面对B7级为母辩护的申请，西川县法院犹豫1个多月才做决定，是因为B7级母亲就是这个季廷美卷入的不是一个一般性刑事案件，而是一个涉黑案件。除从法律角度考虑，西川县法院更要考虑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个人因素方面，在法院刑庭和政治部任职过的B7级，从积极的与办案单位沟通，到沟通无果，再到上网对外发声，这也恰恰是他经过权衡和理性考量的结果。这个作为一名刑庭的法官，B7级要为他的涉黑母亲辩护，就这个事情在网上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也引起舆论的关注。结果没过几个月，这个法官也被公安带走了，因为涉嫌洗钱。这下好了，他也没办法给他妈辩护了，他还得找个律师来替他辩护。所以这个案子比较特殊，是法官替他涉黑的母亲辩护，结果本人却因涉嫌洗钱也被公安带走了。这个案子还没判，我看完之后，我个人觉得他第一波舆论，也就是B7级法官在网上这个呼吁，他想给他妈辩护，但是西川法院是不同意，或者就犹豫，拖了很长时间，最后才同意，也是迫于压力啊。现在回头看看，这里面很蹊跷。以我的这个直觉，这个B7级法官的他妈叫季廷美，涉黑恐怕没什么好争议的。B7级法官替他妈辩护，恐怕也只能辩护，就把他的这个罪名轻一点，是组织黑社会还是从犯？你看他一家人，父亲、母亲、叔叔，这个外公外婆，什么舅舅、舅妈、大舅、小舅，整个家族，再加上村支书这个头衔，县人大代表这个头衔，这是什么样一个家族？这是什么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我想起了这个，应该3年前吉林桃儿河那河上摆渡口修桥这个案子，反正跟农村有关的，跟什么村支书有关的，这个涉黑恐怕是大概率事件。尤其你看这个石佛寺镇，又是全国知名的玉石交易这么个市场，我想他们这个家族站着他妈是村支书，恐怕这个违法或者是灰色地带的事没少做。这个B7级法官，他作为一个法律人士，他能不知道吗？他是法官，他就要定这些案子。他妈他整个家族做的什么事情，他真的不知道吗？我是推测，我就高度怀疑。你说普通的人不知道，那情有可原，他是法盲或者他的法律不敏感。你可是刑事法官，就是刑庭的法官，你是专门审这样的案子的。你家族，你大舅、小舅、你舅妈、你外公外婆、你妈在这经营搞企业，到底搞的什么样企业，你不知道吗？这个报道所谓的洗钱，是指他妈，也就是季廷美案发后这个资金的动用，也可能涉及洗钱。公安机关给出来抓捕他的理由，拘留他的理由是这个，那就说明他妈被抓了之后，是不是他还配合，是配合别人或者他自己，一边要给他妈辩护，
申请给他妈辩护，一边在销毁证据，指使相关人把他妈账户上的钱财，他经营的很多公司啊，尤其被认定为赃款的，或者是公安机关没有掌握的，把这些钱把它洗白，让他看起来是像是合法收入。因为一旦涉黑，个人分析，一旦是公安机关指定的认定他妈和他们整个家族涉黑，那相关的账户的钱资金都要冻结，不可能让他随意挪动，肯定要冻结，恐怕公安机关还有没掌握的。那作为法官，他懂，所以把这些钱恐怕进行转移或者进行洗白，所以公安机关才会问这个法官的外婆，对吧？你们家这么多人律师费从哪儿出的？按理来说，这个账户都查封了，你哪有钱？那你请律师，对吧？那刑事律师很贵的，10万、30万的，你得付钱，钱从哪儿出的？这个案子给我的感觉触动是，作为法官，一边是国法，一边是亲情，他都有。国法他本人是刑庭的法官，亲情你看那一大家子全是外公外婆、父母、舅舅，该怎么选择？我怎么感觉他选了亲情，他没有选国法。如果他还选了国法，他恐怕他在他知道的那一刻，他早就该劝他整个家族，是吧？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那这么干下去，迟早要倒霉。甚至我的推测啊，他这个家族，他这父母有没有利用他这个法官身份来从事非法经营？人大代表陈志书是他的护身符，但是他儿子是法院的刑庭的法官，难道这不是护身符吗？这是更大的护身符，更直接的。我认为刑事诉讼法还有最高法院的解释，就关于亲属辩护应该加一条，辩护人担有公职的，尤其是公检法，那你就不准给你的亲属辩护，那没办法，因为这个叫避嫌，这叫回避。你是公检法的这个人员，那你自然就会带有影响力。虽然你在辩护的时候你不是法官，你是个律师，但是你身份毕竟是个员额法官，他是正经的员额法官，我觉得这一条不合理，应该把这些公检法，甚至你只要是公务员，你都没有权利给你的亲属辩护。说到律师，最近还有一个热点，一个网红律师叫西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他在抖音上面还有账号叫西律，他打造的人设，凹的这个人设是一个叫律政俏佳人，是一个知名律师，他粉丝好像10几万，长得形象不错，凹凸有致。他每天发的那个视频，就是在人设一个女律师，而且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也是昨天，就是巧了，2025年7月10号，成都市天府新区振兴派出所值班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赵某某，也就是那个网红律师西律涉嫌诈骗一事有了新进展。对方表示，该诈骗案已进入立案侦查流程。成都市天府新区政法委司法行政和法制处负责调查此事的工作人员称，7月4日，赵某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当中。新京报此前以网红律师西律翻车，无律师职业资格，涉嫌刑事犯罪为题，报道了精英律师大女主形象，吸粉超14万，然而实际却无律师职业资格和网红律师西律涉嫌刑事犯罪的新闻。他怎么犯罪的？他前面就是短视频，就假装自己是个律师，实际上他没有律师职业资格，他假装自己是个律所的高级合伙人，好像也不是。后面那个律所也做了这个澄清。他是怎么犯的事？是在一桩离婚案中啊，张某某也就是西律通过真律所高级合伙人身份，伪造公章，签订资产代持协议，转走案件当事人440万资产。他把这440万资产转走之后干什么呢？用于个人和与情侣张某某消费。事发后，赵某某被发现身份、履历等均有造假情况，所欠款项也迟迟未能还清。6月14日，当事人前往天府新区振兴派出所报案。6月25日，上海叫德和韩通成都律师事务所发布公告，因赵某某涉嫌刑事犯罪，在发现有关情况后，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于2025年6月15日受理案件并展开调查。新京报记者获取的立案告知书显示，2025年7月3日，
当事人收到立案告知书，其被诈骗一案，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现对该案立案调查，落款时间为7月2号。该案当事人的代理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赵某某归还了100万元，仍有300万多元呢，尚未还清。这个世界太疯狂，法官对吧？为他母亲辩护，涉黑，结果自己涉嫌洗钱，被公安逮了。这个假律师扮演真律师，替这个当事人辩护，结果他利用假公章把人家钱440万给卷走了，供她跟她男朋友挥霍。你说这都叫什么事？我不太清楚，被他骗的受害人是不是通过看他的视频，看他打造的人设，找他当自己的代理律师呢？一个连律师职业资格证都没有的人，胆子也够大。一个离婚案件，他居然把人家440万给卷走了，拿去挥霍。这法盲替你辩护，那本人是个法盲。这个叫西律的张某某，在法律和金钱面前，他选了金钱。那个毕其奇法官在国法与亲情之间，他选了亲情，眼里都没有法律。咱们说点题外话，我想起了《水浒》，宋江杀了这个阎婆惜之后，这个朝廷不叫追捕这个宋江吗？要抓他，结果这个朝廷的捕快到了宋家庄，这个宋老太爷就是宋江他爸，拿出来一张这个叫证明，什么证明？宋江已经跟他家庭决裂，跟宋太公脱离父子关系，以后他犯的事，一人做事一人担，祸不及家人，已经脱离关系了嘛。这个毕其奇法官，我在想，他当了法官，实际上他应该要么劝他家里人收手改邪归正，要么就你自己跟你家里做个了断。你那个家庭涉黑，你整个家族涉黑，这下法官当不成了，法袍要被脱下。从这个报道看，他洗钱罪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他们家族涉黑也是板上钉钉，无非就是看轻重。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